目前的一条除了认定台中市场场的非洲猪只病毒应该是个案，嘛认为讲病毒是来自无高温煮过的喷。环境部长裴启明今仔表示讲，目前全国是加出500吨的喷需要来处理，即嘛是先烧掉，也毋过刷来，嘛是爱来做堆肥的处理，所以需要1、2天的时间来准备。台中的饲猪场出现第一例非洲猪只案例，上紧会伫咧初六中昼12点解封。调查地位继续关心政府的营养作为，像台中市政府即马拢甲喷摕去焚化炉烧。李伟就问讲，即马大部分的县市要气化喷的时阵，拢是摕去烧，处理的量能敢有够？对于地方在这个厨余生殖能源化的努力，中央未来要提供多少资源？每天落差大概全台湾加起来大概是500吨，有些县市没有问题。我举例，像屏东一天40万吨，它内部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其他县市都送到屏东去这个厨余去喂猪。那基本上如果那个断掉的话，被各县市处理各个县市的话，其他县市的确量能是不够，只能靠焚烧。台中市案例场的猪只推论病毒上可能是来自无确实采取过的喷，也发现5车清洁队的喷违规留予无经过思考的私饲猪场。李伟问，依法喷只个若会当提供予得标的单一厂卖嘅分量，怎么要哪追究责任？这个饲养猪场还可以跑到这个无期清洁队去再送这个厨余，那这2兆，对。可以接受到什么处罚？依照这个废氢法还有这个饲料法的这个部分来处理，因为它不是在这个合约厂商里面，我们的罚则是3到300万的这个罚。3到300万是罚台中无期清洁队，还是罚饲养猪场？行为人。评启明讲，即马喷的处理上大的麻烦是餐厅团线即寡事业的喷。有一寡县市只个若有法度勉强达到平衡，有一寡县市也是无法度完全处理。即马喷用烧的是救急的方式，那长期也是配合农业部用喷饲猪的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